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本，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。讲到台湾的传统美食啦，大家会想到乜嘅呢？像我自家迄行人可能會想到面包飯，其他人也是會想到有粽嘅啦，也係講老牛飯。講到一個老牛飯啊，我聽講喺從此飯的聊天區有一間麵店係真厲害哦。佢厲害的地方喺哪呢？一個老牛飯啊，連續3年哦，拿到我哋經濟部舉辦的台灣老牛飯節的優等獎哦。係咪聽到一片輕鬆來試一下嘅呢？唔是嘅。今日啦，我哋特別邀請到麵店嘅創辦人吳秉成先生來到現場，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佢嘅老牛飯怎麼嘅會厲害，啲有兩版精彩嘅故事，我哋夾夾來分享佢吧。歡迎我哋秉成。大家好，我是吳秉成，我來自屏東長治繁華。哇，歡迎秉成來到節目地位，等一下都聽人後堂故事順勢，試一下精彩厲害嘅料理咯。秉成，聽到前面有講到講，人家店嘅老牛飯真厲害，有連續3年拿到嘅經濟部嘅優等獎嘛。對。不過人家嘅料理咁厲害，係唔係你自己有讀相關嘅課程啦？也係講，有去讀料理嘅學校啊？我本身沒有從事料理的學歷。哦。我高中讀的是內埔農工，農場經營。對，那大學讀的是大人科技大學，這職業安全管理。等下，秉成，你談風嚟做嘅同人家做嘅完全冇相同啊？對，完全不相關。那怎麼會行到料理那條路呢？我會走上料理這條路，跟我本身的興趣，還有我的環境有關係。對，因為我媽媽她本身是峨眉那邊的客家人。對。在我大伯母，她本身是在做外匯。那我們從小農業時代的時候，因為小朋友比較多，家長沒有辦法去看顧到那麼多人，所以他們要去哪裡工作，還是要做什麼，都會把大家帶在一起。那我們小朋友就會跟着長輩到處去，到處走。那我本身是屬於那一種不喜歡跟人家一直在那邊玩水啦，還是打來打去那一種。那我就會跟着長輩在幹什麼，我就會跟在他的身邊。因為我大伯母她是做外匯，我就習慣看着他們一直做，他就慢慢的，他需要什麼東西，我等一下知道他要拿什麼，我就會先去幫他準備好，拿在旁邊，等一下他需要的時候，我就會接給他。就從這樣子的過程開始，讓我產生對餐飲這一條路有興趣。原來係蠻細時節停頓睇人家停上停下，聽說今年做些安尼，咁對料理有興趣嘅。不過真是對料理開始喺做嘅時節，係乜嘅時節正式開始？正式開始做是在我高中大概17歲左右。那時候就是剛好我有同學他在百貨的美食街打工，是做那個日本料理的。他就問我說：“你有沒有興趣？要不要跟着我一起去做？”其實我很高興，可是我也很害怕，因為我本身做的跟這個類別是不一樣的。他就一直鼓勵我說：“沒關係啦，不然我們下課我就帶你去。每天我帶你去，帶你回來這樣子。反正去那邊你就跟着我，你也不用怕。”你停頓安尼去做些都錯嘛？對，然後就開始跟着他去。那去了我才發現跟他講的完全不一樣。他就跟我說他會帶着我，我跟着他做。是我到現場的時候，師傅是把我跟他是分開分配工作的。安尼同這個原本上的完全冇共用，完全不一樣。因為他說起來他已經在那邊有一段時間。那我剛去，那師傅的想法就是說，讓你從認識所有的餐具，還有洗滌打掃，還有所有食材的認知，從進貨到我們廚房如何做前置處理跟包裝儲存的部分，所以跟他完全是脫鈎的。對，我其實在那時候幾乎每天都被罵，因為跟我們以前的想法不一樣。我們從食材的前置處理跟包裝保存，跟他們要的
规格是很高的，是完全不一样的处理过程。哦，你完全摕你卡判做一个环境好嘅东西，同人家摕日本料理嘅片好嘅完全冇相用。不一样啊，他们的要求比较高，跟我们以往的观念跟想法是不一样。当你做错的时候，你要去问他，他们是脾气很大的，就直接手上拿到什么他就丢过去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哇，对。那变成你摸的时间要注意呢，摸的师傅在切菜的时间，那个菜刀都比过，有安尼经验吗？我是还没有遇到过。好彩冇。哎呀，安尼变成安尼能自家更加好嘅，还算替一份真实料理的工作嘛，摕个百货公司嘅料理部分。安尼剩下来还有其他的料理的工作吗？在我当兵之前，这是一个区块。当兵之前当我高中毕业之后，我就是去从军。就去从军。从军我是在空军屏东空军联队。那我是分配在空勤单位。你在周边的时间做的该不会也同料理有相关吧？对。我当兵的时候是分配在空勤单位的餐厅班长。我们是完全针对提供给飞行官用餐。哇，安尼同人家之前的工作有冇相同的呢？因为我底下讲周边一船煮下来，可能係200-300人按多年的差唔多200-300人以上。对，我一开始分发到屏东联队的时候，我是到空勤餐厅，空勤餐厅一个餐期的用餐就将近400个。哇，对当时我们上面的长官是希望我们做轮调的工作，就是你空勤的班长可以在空勤3个月，那再到地勤餐厅又3个月。当我在空勤餐厅3个月之后，我要调过去地勤餐厅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量是太惊人了。我们一个餐期要供应的人数用餐是将近2000人。哇，对，你想象那个军中那种大锅子有没有？像一字排开差不多7-8个。像那个浴桶那个浴缸汹涌啊，真的，会叫好意思，真的蛮大的。那时候又刚好遇到在国军在金石案的时候，所以其实人员跟阿兵哥其实都被控管的人数都一直在减少。我在地勤餐厅，我们一个餐勤要供应将近2000人，可是我们实际工作的人数不到8个人。还有附近按多年的吃饭，对，那么多人吃饭，要准备那么多的量，真的压力蛮大，不简单。变成喺做一個軍中做一個料理，喺同以前呢有冇嘅冇相用嘅地方？係咪今年有特別的規定，也係注意嘅地方啊？在空勤餐廳跟地勤餐廳的區別，就是其實就以餐費來講，一天的餐費就將近200塊的落差。所以你準備的食材跟你料理過程的東西，你在地勤餐廳準備的東西就是以大量採購，比較平價的東西，以量為主，吃得飽。那你在空勤餐廳不一樣，它就真的很像我們現在在飯店吃 buffet 的感覺。我們基本一個餐期開下來都將近40道菜的東西。有飲料，有水果，有甜點，就你想得到的都有。真的很豐富。不過係天天嚟行，要結束嘅嘛，周邊都順利嘅也學到嘅，也結束一個周邊嘅。結束之後呢，行有去其他嘅傳統工作嗎？在我軍中，我服役了5年的時間。那我退伍之後出來，我第一份在社會上的第一份餐飲工作就是日本料理。也用係日本料理，也是回到日本料理。那我回到那個日本料理那個餐廳，那個老闆他的合夥人是一個傳統的日本人。對，所以他要求也相當的高。所以在這個過程也讓我學到很多的，從煮飯開始到鯊魚到生魚片的分切，都有一定他們日本人要求那麼高的品質的處理過程。真是的，你講煮飯，別人煮飯有要求嗎？煮飯
我那时候我在学习的时候，他跟我说过一句话，让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刻。他跟我说：“你不要小看这一碗饭，不要小看煮饭这一个工作。消费者一个客人，他会只单纯为了这一碗饭，来到你的店消费，并不代表你菜做得好，是他是为了那一碗饭。哦，真的很，那时候我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，可是时间一直的经历验证说，其实很多消费者他真的就是为了那个寿司饭，跟那一碗白饭，真的，他就是很执着在那一碗白饭。所以日本人他们对米食，他们真的很用心，下了很大的功夫。对。如果讲可能其实料理吼无分，然后你自家要注意咧小地方、小地方，可能都会影响到然后爱来也唔会来一个关键。对，真的就是那个米饭真的是一家店的关键，成败也是很重要。它从选米开始，它有一定的规格跟标准在那边。你在洗米的时候，你有一个时间的控制在那边啊，真的。那你水在沥干米含水的饱含度，它都有抓得很好。到你沥干水之后，你要下去泡米，水下去要先泡一段时间，再去煮，让它吸饱那个水分之后再去煮。煮完之后，你焖的时间都算得精精准准，你就是照这个 SOP 的方法去做。你稍微有些许的落差，他都知道，都很明显啊。你可能煮好之后，你提早了5分钟去把锅盖掀开，因为它煮好之后，让它的水汽在里面回流，它那个饭煮好，它会吸那个水汽，米饭是饱满的水分，它那个甜度是不会流失掉，它是会被回收掉，会回吸起来。对啊，变成虽然讲无讨一个相关的料理的课内啦，吼，也可以好教的。不过安尼一步一步行过来，你看打工吼，在日本料理店，又提给周边的时间做传统的班种，都更加由于咧日本传统，有个经验一步一步打上来，你看技术也一定的丰富呢，基础打得很好哦。算还蛮顺利的啦，就一步一步这样过程中都遇到很多的贵人，给我的机会跟我的支持跟教导。对，哇，观众朋友，你看变成安尼一步一步行过来，也做得做出安厉害的料理呢。见到精彩故事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哦。前面变成其自家增加很多的料理的实力经验之后呢，下一步应该是自家要来开店的吧？让咱来参考一下吧。变成前面有很多的工作经验的，下一步应该都自家来开店的吧？还没。还没哦。你下一步你还愿意做嘛个吗？我离开日本料理店之后，我到了度假饭店，又跨到不同领域的菜系，到广东菜、粤菜。广东料理呢？哇，你头先之前晚些时间是中国中式料理，对，再来是讲日本料理，对，那再来是提饭店的好嘅，广东料理，有3种料理有冇嘅唔同的地方吗？不一样的地方，以日本料理来讲，日本料理它是属于一种很高质感，要求相当的高，然后它着重在卫生，所以食材的处理过程。那呈现也是一种很好的美感，这就是日本料理，它着重味道就在原味的部分。对，那中式料理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，我们台湾的料理，它取自于我们在地的农产品，它去做很好的加工呈现的手法，味道是取自于比较甜跟比较咸。就讲饱吃饱的那种概念。广东菜在饭店的时候，他做粤菜、广东菜，它是比较着重于在精致化，它可以做大量，对，它味道是取于，因为广东菜最主要就是以蚝油入菜，不管你是用蔬菜啊、鱼虾肉类、牛肉，
它是会带到蚝油的部分，这是广东菜它最大的落差性这样子。吃烘来我有个咸甜的那个味道。对。哦，你呀三烘料理点不样？你这个做到更加，你这个有个拿手的菜吗？有。还哪一种？比较拿手，像我们比较传统的，我就针对在我们的卤肉饭。哦。卤肉饭。我们的卤肉饭从选材开始就蛮严选的。我们从我们的猪肉是我们台湾本产猪肉，而且我们的厂商是有契约，但是契作从屠宰到分切到分装都是一条龙，没有委外生产。哦，变成按你讲啊，其实有感受到一个料理的热情啊，好食在地方感受得到。不过看今本你带来的一个龙肉饭嘛，可能可以试一下俺那汤工嘛。可以啊，因为就尝一下这个干贝卤肉饭。这也是我们这一次2020参加那个经济部卤肉饭严选店家有获选的干贝卤肉饭。对。我们大概的来带一下这碗卤肉饭。我们从那个米的部分。其实一碗饭最主要就从米到饭这个过程。那米我们是选用我们本产在地的西螺台梗9号。哎呦，真是的。那个金龙米。等一下。对，我观众朋友看一下，哇，你看一下米，真是空空的轻饱满的，俺能讲哦。粒粒真的很透光又很饱满。按呢皮的多跟米的香米同个饭牛个米丝呢，哇。这个米饭，我们是挑选我们在地的西螺米，它是经过380项的零农药检测及水质，还有重金属，所以是一个很好的食材，完全是零检出的哦。对。再来就是我们在地的猪肉，是我们台湾本产猪，不是进口猪。哦。对，这很重要，这味道。台湾的猪肉绝对没跟外国的。而且我们的屠宰场它是有契约养殖到屠宰，这个过程是有履历的哦。一条龙的生产这样子。那你说烘了真是跟米辛苦。因为我们是采用新米。米有分新米跟旧米，新米 Q 性够，水分够，甜度高，有这3大优势，就是新米的部分。加上头都讲的跟牛啊，俺的猪肉，你肉都先有米丝呢，吃下去哇，紧凑跟牛跟米丝同头有个香味都出来呢。对，所以那个肉的部分，我们现在带到那个肉，我们选择的一头猪不超过3公斤的肉哦，真的。一头猪那么大只的猪，一只猪平均都100公斤，就平均来换算都大约100公斤。可是我们只选它某一个特定的部位，那一个部分不超过3公斤的肉。哇，就从以前很珍贵。常拢给广告讲的一张牛的上可以说6杯牛排供用，一样的道理，对。严选的严选，就真是一头猪这么大，你看才严选它一个特定的部位，不超过3公斤的，真的是一个高品质的肉，不简单。除了一个肉牛饭很拿手料理之外，还有一个，我是把它结合我们台湾料理跟广东料理做一个结合的牛肉面，就会压个牛肉面，就是这个牛肉面。按你来供用上看下新加嘅米丝，唔讲伊加下个人传统台湾中式的料理，加上人共同的料理的料理过程去做一个结合，做出这碗也是在我们2020台北牛肉面节，这一次拿到一个优选的奖。供用啊，披风来系牛肉面的香味啊。你试讲来了，可能显示一下有个面，用冇。这面条也是我们跟厂商自己调配研究了蛮长的时间。对，主要的坚持就是不添加，就是不添加，比如说像我们讲的漂白，对，重点我们就是面粉就不加那个漂白，就用很传统的3大类面粉。水跟盐巴，真的吃得到跟面的个香味，面粉的个香味，吃下去清球呢，一下加上跟牛肉面的个香味、咸味，
真好吃呢。很好吃，就是那个面的香气跟它的 Q 弹性，都很棒。做的嘟好，唔会太烂又唔会太散，安尼吃下来有个牛肉，像那个 Q 性跟滑度都有。在那个牛肉的部分，我们是采用本产的牛肉，对，再来是采用一头牛这么大哦，它只有2片的脸颊肉哦，面红的牛，脸颊肉，还有只有2条的牛腱心，就我们一般认知的牛腱。我们那个牛腱心就是包在它的牛腱心，就是包在牛腱整个包覆在核心，就像我们说的腰内肉。那个牛腱心就是让整个外面包在里面。一头牛就只有2条。精华体缝，哇，难怪叫做安尼是喺，真软，有个筋条的部分哦，都真 Q 呢，很滑很 Q 啊。对，它肉质的香气又够。最重要係講變成係適到一啲無香嘅地方，攞嘅攞用嘅地位係沒有特別的配方，更容易無香用呢。對，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嗎？可以啊，就因為我最主要的開發的方向就是用我們台灣傳統滷牛肉的方法，結合我做常年的廣東菜的滷紅燒牛腩的手法，去把它做一個融合。然後融合之後，其實我們傳統牛肉麵，我比較不喜歡的就是你在滷製過程會把滷包的藥味太重。對，我不喜歡那個藥味那麼重。把它降低藥味，把那個味道用在廣東菜的料理手法上。我把我們台灣的藥味降下來，把那個廣東菜的手法引進進來，讓那個鮮甜味提高。是用這樣子的手法。難怪頭都安尼是啦，從人哋一般嘅牛肉麵冇乜講嚟講，其實係幾個糖幾個米絲唔會死鹹，不過是下一之後又會回甘嚟講，有時擺甜牛嘅甜味啦，菜嘅甜味都會出來。對，真是好吃。回甘的感覺，重點就是在我們那個硬油的部分。難怪。也是用我們傳統手工的做法。去鋪曬那一個黑豆，釀造出來的硬油。你變成你自家喺做一個滷牛飯同牛肉麵之前，喺乜嘅原因之下，幫你自家去想要嚟做發明研發一兩款嘅料理啊？因為我本身一開始我是自己開餐館，是做無菜單料理的。如果喺飯店嘅結束之後，又正式開店咩？飯店結束之後，我自己出來開店，我是走向無菜單，就是比較創意創作的菜，這樣子的方向去做。對，大概在7年前我才返鄉回長治繁華。會返鄉回長治繁華也是剛好就是因為長輩有規劃要退休，我小朋友剛好要跨到國小這個階段。對。我就想說，那既然剛好是一個契機，那不然就在那個時間點就先回來到屏東。到屏東之後，其實我也休了一段時間，因為就是想說剛好有這個機會跟時間，就陪小朋友跟長輩。再來我就又出發到那個高雄林園，一開始我就先去林園開麵店。一開始就先到高雄林園開麵店了2年的時間，讓我做了準備。其實去那邊是讓我在做一些我的準備啦，說坦白就是在做準備。先吃口那先試驗一下。對再回來到自己的地方，就是我們長治繁華這個地方。因為其實我從小出社會，我有一個很大的夢想，就是說。我從我當兵出社會，我認識的交的朋友，我跟他說我是屏東繁華，沒有人知道，真的沒有人知道。我還他聊，也沒有人知道。如果說屏東三地門，哇，大家都知道三地門，可是你要去三地門，會經過我們這個繁華的小村莊，可是這個村莊永遠沒有人會知道這個，因為他趕快去三地門都過去了。對，所以我就想說。我希望讓我們的地方可以讓人家知道我要用什麼方法去行銷，甚至讓遊客進來。哇，你真是一個方式有真確，有達到這個效果呢。對。
真的。哇，观众朋友，你看，安尼料理好食都好，本老辈人，我哋上课那先来到无认识的地方呢。大家等下休息一下，更多精彩故事，我哋马上过来哦。哇，前面是在暗号式的卤牛饭同牛肉面，我都想到讲奇怪，做嘛嘅有个暗号式的料理？除了这个卖到好好，变成会想讲，就去比赛呢，去抢高一下吧。变成，条到是在暗号式的饭同面啊，我都明讲，做嘛嘅做到好好？去比赛啊，比赛又连续3年拿到嘅奖呢，做嘛嘅会想去比赛啊？因为做料理是我最大的兴趣，那我觉得我们努力的创作与开发，就是要让消费者可以接受跟肯定。会去参加活动是想说，把东西拿去做参赛，也希望可以让我们自己有提升的机会。对也表示说，在比赛的过程，我们可以学习，也让评审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想法。再来就是。最主要就是让人家可以肯定我们，可以肯定我们。最主要是讲，透过一个比赛的机会，可以让大家看到，你自家的料理，也顺势讲同其他人去做一个交流嘛，做交流一下，看人家用的做的假使讲，评判的欣赏，也会同建议讲，人家的料理可以去用把你改进，对，就有互相交流，有成长的机会。这样子所以变成说，我们连续参加了3年，就2018年到2020年，连续3年有获得经济部的卤肉饭节的严选名店。对。你拜听人家讲吼，你卤肉饭那家边好吃台南的好吃，高雄的好吃，结果没想到连续3年拿到奖的是我们屏东的呢。是我们屏东长治繁华的干贝卤肉饭。所以我们重点是。这一次我们的主要的开发跟创作的观点就是在做创新，因为我们自己感觉就是我们传统卤肉饭，早期老一辈他们在做就是会习惯卤肉加鱼酥或是肉松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导入一样是海味，我们就直接把它融入干贝酱下去，做一个不一样的跳脱跟创新的呈现，那起来的融合性不输鱼酥。坦白讲，真是按你时候人看有底部有干贝啦又有干的猪肉，有时候一般底部都会山珍海味呢，真的是山珍海味。真是真丰富，个无简单的卤肉饭。不过要给卤肉饭那个人客识到的，我们马上都想到去，就都人讲的嘛，有老辈我先是的人客去配2来都也偏食。之前在高雄开店的时间啦，给老顾客见到我们谈到有个又走到繁华一片了。有，我们之前在高雄林园开店的时候，2年的时间，我们也培养了蛮多始终的客户，就像朋友一样。甚至有一组客人，他们是一家3口，他们只要我们没有休息只要我们没有店休没有休息，他是每天固定会在我们店用餐，长达1年半的时间，都没有中断你拜都可能做路卡冇得煮都专门去你们店的方式。对，他固定晚餐都没有在煮，他就是只要我们没有休息的话，他每天晚上固定一家3口会来报道。对，有时候我都会自己觉得说，你每天这样子吃，你真的不会觉得很腻，看得都真是你们店的放的出来算多，不过你拜按你一年一张样的是应该一轮都轮过一遍吧？对，所以他们在点菜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有他们规律的习惯。我自己有观察，他有规律的习惯。给他们点吗？给你？他今天，比如说他今天吃饭，他明天就会吃面；他今天吃牛肉，他明天就吃鸡肉。后天就吃猪肉，它就是有一个规矩的循环这样子，就每天都会有不一样。就是他们有自己一套的点菜的用餐方式。结果你们冇睇高雄开的，走到从事那边，竟然有听过来吗？很多人。我们离开林园之后，我们回到繁华长治这边，很多我们林园的
顾客，他特地来到我们繁华这边用餐，因为他跟我们讲，就是用餐有时候是一个感觉，你当下吃一吃，你可能觉得就好吃顺口这样子，可是你一段时间没有吃，你会想。那就真的不一样，那不简单了哦。真是给料理都成功哎。他就说，你就有时候可能晚餐要吃什么，是中午要吃什么，你可能就会突然去想到说我想去吃一个卤肉饭，还是去吃一个牛肉面，就特地从林园开车到我们繁华这样子。蛮多组客人都是这样子，哇，甚至经常都还会跟我们保持那个联络这样子。那变成你自家做料理都更加啦吼，人比较讲料理都轻无限，对大众无限都轻压，你自家迄唔迄也安尼啊？对，我做料理我有自己的坚持，我们到目前到现在，我们从采购，都还是我们自己到市场到我们的配合厂商那边下单选材，采购回店，开始做前置处理，到后置的成品，一天下来至少都14个小时。不过俺韩刚讲，这个无都按无限的，你要讲为什么吗？因为韩刚讲变成俺去交给我已经在主持人呢，能按无限，还有办法去交给主持人，黑马跟鄙视啊。这个部分就是刚好也是有一个契机啦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团体，有一个联盟，在诸罗，就在嘉义嘛，我们里面有一个执行长，就我们大家有共推一个执行长出来，他跟那个三立电视台这边的剧组导播，他们都有蛮密切的活动。刚有一个契机，就是我们有互动过，他有看过我们蛮多的产品，刚好他们刚好要开播一个新的节目，对，就跟我们协调一段的时间之后，就说那不然我们就先配合看看，对，我觉得蛮配合的。那时候其实让我现在想起来也蛮记忆很深刻，刚好是在农历的7月，第一场的活动，我们配合第一场活动刚好在农历的7月，那一场活动是在宜兰，在基隆，说错，那一场活动是在基隆。我们当天很早就坐高铁第一班车上去，回来是坐最后一班回来。哇！那时候的主题就是刚好农历7月，他要做一个鬼月的活动，所以我们特地去打造一个小棺材。小棺材。小棺材里面我们放一个人。那个人的部分我们是用那个洛梨饭去做一个人的雕塑的形象，就躺在小棺材里面。那上面让它覆盖一个金子。那个金子也是可以吃的，是糯米纸去做加工的金子。对。那一场真的让我觉得说出外景真的不简单。都从这个以前在做个厨师做料理的时间完全不一样。不一样，完全。你能做料理的时间在主持的时间，现场会做吗？会有现场做。我们是现场做，就是你把东西全部都准备好，到现场他会设立一个点在那边，就是跟店家租，或是跟他借一个场地，现场在那边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。那我们第一场合作就是这一个鬼月的特辑。你了解做主持人的时间一久？大概是7、8个月的时间。他们1个月要跑2个地方，至少要2个地方。第一个就是跑那一个基隆那一个，再来还有一个去跑那个嘉义，有一个养殖那个无锅鱼，就是那个太空鱼，还有一个名字叫很好听，叫做太空鱼，因为那个鱼是曾经那个美国 NASA 是打到太空去，是真的是这样子，比空因为太空去，对，我们是用那一只鱼，就是那个养殖的鱼，去做一个甜点的料理。做甜点的料理。我们是让他做一个百香果，百香果加那个爱玉，再加那一个鲷鱼。那个都在算正常的料理，也是讲甜点。甜点把它结合那个鱼的在一起，
其实一开始大家都不看好这一个东西，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做了很多次。我说真的，那个我真的自己做了很多次，从选百香果开始，跟那个爱玉去找那个阿里山是手洗的哦，不是加工条，真的是手洗慢慢洗出来的。再去找那个百香果，要找那个刚好那个熟度是刚刚好的。因为我做菜的原则就是尽量减少添加物。所以我们完全没有添加，就只有百香果跟爱玉、鲷鱼，就这3个东西而已。所以当场现场还有那个养殖者，他还说这个能吃吗？这个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去做这样子的料理啊？哎呀，第一摆糖豆就这个真是新奇配的一个料理。对所以做出来之后，其实大家他真的也口服了啦。他吃了之后，他也都没有说半句话。因为太好吃了，某 Q 用震撼。因为那时候又刚好是夏天，就很热，那时候真的蛮热的时候。就很清凉很清爽。对，所以那一次出那个外景也蛮成功的，也是一个。他某 Q 用的经历真是本这个人生也多了很多故事可以来讲的对，从以前打工学料理，变成人买的东西轻多呢。你变成对未来来讲，已经开店的嘛，经营一个品牌，一个品牌之后，你自己有想到还有哪个规划吗？规划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说，我们料理要做的就是在地食材，我们减少食物的添加。好味道真的是来自于好的食材。对，所以我们一直选用我们在地小农的东西。支持我们在地的农产品。对，在地的农产品。再来就是我们一定严选，就是我们的肉品是采用我们本土的，本土的肉品。他也希望用美食去行销到我们繁华这个地区，甚至有机会可以让我们繁华有一个观光工厂。这个做牛肉面的观光工厂安的吗？牛肉面或者是卤肉饭，这是我们有一个想法的目标。哇，一个目标清台呢。呀，希望真是有一年可以做得到呢。你能反正聊天去，能从事有多家的可以去老聊的地方的，是咪？对。哇，观众朋友，今日谈的变身的故事是咪真期待呢？你看，将这个兴趣可以来做工作，甚至于讲来帮助这个家乡推广观光啦，也系做这个农产品，真好呢。那也希望讲变身这个工作，做一年可以完成这个目标哦。再一次感谢变身今日带来安和式的料理同安精彩的故事哦，多谢。也欢迎大家有空到屏东尝试来走走。好哦，是的，安和式的料理，更加呢，我们继续田顿先生来运通一下吧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。能今日运动的吗？请放起来，同先生来通下运动的哦。今日先生要教大家的是热火有氧，请大家放起来，同先生通下运动哦。来通下了男生的哦，放起来，大家放起来哦。打开来，开好来。第前面行。你的脖子哦，手、卡、温片。
老人强嘅身體。揾片來。三、四，好，跟條鼓嗌，啲夾壁，夾壁。一鬆一下。夾起來，打鬆我們的身體哦，要擺動，左右搖擺哦，將身體搖起來哦。夾起來，將身體熱起來哦。左右搖擺，來腳南坡，轉邊，將腳1、2、3、4，左右，轉邊。腳趾條鼓嗌，老強咧。3、4，轉片。快黑，快黑。1咧，2咧，3咧，好高腳，1咧，2咧，3咧，4咧，腳好高，再來，好高，還有哦，3咧，4咧，好高。身體，加速哦。莫同手同腳呀。好嘞，先前面行，後背行，再一次前面，跳，啲前面行，我停穩咯。再來，轉片，交換起後哦，移動中心哦，可以哈，好，夾嘅開始。1咧2咧2咧1咧2咧2咧。繼續。好乖哈，左右扭腰，左片右片。腳佢定通嚟，腳挺通嚟。
打算我扭腰啊，那输。可以瘦小腹哦，可以你的腰曼妙哦。夹给可是哦。可以，动作好歪吗？要请腿哦，腿哈，腿是，事業好掉，一咧，兩咧，三咧，四咧。前踢，前面踢，後背，前面，再過來，前面，左右換腳哦，踢腳，一，兩咧，一，兩咧。左右搖擺，慢慢來下去，上來，下去，上來，這裡，能負不愛，當藝術加滿，當藝術，表現的手肘，調整你的呼吸，好彎片。做你的延展，彎速，加油哦！你做對哦，騰動哈，先休息哈，弓箭步，做一個綁一個床，當床哦。好，來一深蹲，你。後勾腳，背囊打出來哦。藝術，看你心團你要到嘛？慢慢的給中間來彎片，深蹲一，加油哦！三，後勾腳，背囊打出咯。慢慢地前面，可能先看瞄到你腳毛，跳哪，聽到你腳是跳，彎片。除了中間原背後來，繼續，自己擺哦，可以哦，你的組合再擺哦，快下來，跳腳。前踢腿，
后腿，好，左右，扭腰，右下膝，右上来，起膝。今天听着好乖吗？慢慢的从线上来练习，相信一定听得到的哦。好好运动，还能下次当得了。